Hello 啊，公子啊，喺我身邊呢架凌志咧就係一位粉絲咧，通過我哋物流嚟到廣州俾我哋情懷車中心去整備嘅。咁當時呢架車嘅狀況咧都係比較拗教嘅，經過大概個零月嘅整備之後咧，整好噶啦，一路同車主溝通住咧，佢都係對我呢個維修過程係非常之滿意。最後咧尷尬嘅嘢就嚟啦，呢架車其實當時嚟到嘅時候咧，內飾係比較舊，車主同埋我哋嘅立場都好想將呢個內飾可以係整翻新佢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建議個車主做我哋一個咁樣嘅項目。我哋係有全車嘅一個精洗項目啦。咁我建議個車主咧就成架車洗咗佢先。全車精洗係包括乜嘢咧？每一個細緻嘅位置都用專用嘅工具洗乾洗淨。全車嘅發動機艙做一個精洗以及係上光，所以見到而家成架車個狀態係立立令新嘅一樣嘅。將部車升起身，去將佢全車嘅底盤清洗乾淨。咁另外洗完呢個底盤以後咧，嗱拎就會係慢慢去擦到乾乾淨淨。嗱，依架車仲未收尾㗎嚇，而家係洗咗呢啲擺臂啊、剎車卡鉗啊等等。咁我哋會連呢啲細緻嘅地方都會做埋，所有見到有罅嘅地方，以及係有螺絲位嘅地方，我哋都會用專用嘅工具，好認真去洗乾淨。咁大概其實我哋洗一架車咧，足足起碼要6個鐘頭到。如果你係keep 住半年到洗一次，咁一年洗2次，咁我相信差極有譜嘅。但係如果我10年都未洗過一次，嚟到情懷車中心，你幫我5個鐘頭搞掂啦，分分鐘可能唔得㗎，double 都未必得，因為內飾肯定係放最後㗎啦，咪你洗乾淨個內飾又要上又要落，會搞污糟啊嘛。我哋喺洗之前，呢啲地方好多都係發晒黃，嗰件嘢又冇穿冇爛嘅，但係佢變晒黃色，發晒舊，整咗佢又好可惜。唔整嘅佢又好舊口，通過咁樣乾洗完之後咧，開門嘅位置啊，包括座椅新舊做過一個對照嘅，洗之前洗之後，方向盤啊，中間嗰件馬鞍嘅枕手之前真係成件嘢舊到咧，咁啊我哋都係用我哋嘅特殊嘅材料同埋工具去處理咗佢，咁啊使到成架車嘅內飾咧，而家基本上都叫做後生翻10年啦，都可以咁講啊，我覺得佢新淨過我，後生過我，咁啊原價就係800蚊，黃金週之前都仲係一個推廣階段，咁就398就可以全車做噶啦。